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6月2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汽车行业裁员。汽车行业的裁员已经等不到下半年了，现在就开始。昨天界面新闻刊登一篇报道，报道的是奔驰在华裁员，但这个报道一出之后，好像没多长时间就被删掉了，什么原因咱也不知道，是不是不希望这个事情传播，引起大家恐慌？总之，界面新闻已经找不到了，但是其他的媒体在转载还能找到一些。它这个标题叫"奔驰在华裁员蔓延至研发和制造，将人员规模从900人缩减至600人以内，目前落地比例约为10%。大家也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进入奔驰这样的豪华品牌体系，那就意味着更高的薪酬、更稳定的岗位、更完善的福利，以及相对缓慢而有序的工作节奏。也就是说，他们对劳动法那就更加遵守，在一个不需要激烈竞争，甚至可以躺着赚钱的市场环境中工作。但是进入2026年，这些标签都在被改写。这是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奔驰销售服务公司新一轮组织优化正在成为奔驰中国压力外溢的最新信号。中国经济网报道称，该公司计划通过2轮裁员，将人员规模从900人缩减至600人以内，目前落地比率约10%，本轮补偿标准为 N+6。不要以为900缩减到600，只少了300人，好像人不多，但是这是一个信号。界面新闻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这轮调整并不只发生在销售服务公司，自2025年以来，奔驰在华体系的人员调整已经陆续出现在汽车金融、销售、IT 等后台职能以及研发和制造等不同体系。这些调整分布在不同业务主体和用工关系中，补偿口径并不统一。研发体系是人员缩减的重点部门之一。公开资料显示，奔驰在中国的研发中心主要位于北京和上海，拥有2000名研发人员，覆盖本土车型开发、智能化、电动化、软件和车机等多个方向。一位近期从奔驰中国研发体系离职的人告诉界面新闻，其本人属于合同到期未获续约，按照法律规定获得补偿为 N。 另一位近期从奔驰研发体系被裁掉的人士向界面新闻表示，其获得的补偿为 N+9， 也就是你到期不再续约的是 N， 没到期就把你裁掉的那是 N+9。 2位受访者的离开均发生在今年销售端组织优化推进同期。你看人家叫优化。多位受访者向界面新闻表示，研发端的人员调整并不表现为统一口径的裁员，而是更多通过合同到期不续约、业务收缩和编制调整等形式体现出来。据悉，奔驰研发体系今年预计裁员10%，该数字尚未获得奔驰中国官员的确认。制造端的变化则更早出现。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是奔驰在华制造端合资公司，承担国产奔驰车型生产制造以及相关规划、物流、研发和生产支持等职能。该制造体系包括亦庄工厂和顺义工厂。2025年以来，北京奔驰内部人员流动和优化已经较为明显。一位来自北京奔驰规划部门的人士向界面新闻称，北京奔驰去年已经出现较大规模人员流动，涉及生产、物流、规划、输送以及研发等多个部门，相关岗位分布在亦庄工厂和顺义工厂，白领走了不少，每个部门都有。该人士称，去年北京奔驰离开人数超过2000人。你看看，北京奔驰去年就2000人，今年接着裁，其认识的工程师已经10余人离开。汽车行业的裁员马上就要浮出水面，就前面裁了都不算。我记得咱们节目介绍过有个自媒体去沈阳宝马流水线采访，有一个年轻人，他在宝马流水线上上班，就在沈阳。因为他在宝马上班，所以他就养活了一家人，他一个孩子，老婆不上班，专门带孩子。他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一家3口，在沈阳还买了房。他在华晨宝马流水线上，
我不知道这个小伙啊，现在他按揭贷款还完没有？反正当时应该是4年前还是5年前，自媒体采访的，那还是相当的一个产业工人，非常幸福、非常稳定的这么一个生活。但是这个稳定也只能坚持5-6年，就戛然而止。华晨宝马恐怕也是什么上3休3，或者上4休3，或者上3休4，也就是已经不饱和，被裁掉也有可能。你看制造端的变化则更早出现。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是奔驰在华制造端合资公司，承担国产奔驰车型生产制造以及相关规划、物流、研发和生产支持等职能。该制造体系包括亦庄工厂和顺义工厂。一位接近北京奔驰亦庄工厂的人士向界面新闻表示，制造端人员调整从去年开始。该人士称，2024年年底被优化的主要是尚未转正的员工，后续更多以协商离职方式推进。近期工厂内部也曾问询是否有正式员工愿意离职。对于离职的方式，北京奔驰内部并非统一口径。界面新闻获悉，部分员工在找到下家后主动离职，这类情况通常没有赔付。如果部门有优化指标或协商离职名额，员工则可能离开时获得 N+1 的赔偿。制造端的压力也集中反映在生产节奏上，受产量减少影响，奔驰在华工厂放假明显增多。一位接近北京亦庄工厂人士向界面新闻指出，今年4月，发动机部门曾连续放假10余天，工厂车间端午节放假5天。人员调整和生产节奏变化之外，员工对奔驰在华体系内部稳定性的感受也在变化。前述从奔驰在华体系研发体系离职的人士称，过去奔驰相对稳定的外企环境和较好的福利待遇是其吸引力的一部分，但从去年开始，员工福利整体有所收缩，地主家也没余粮了，就这样的外企福利也差了。为什么呢？不赚钱了呗，竞争压力大，内卷。他表示，过去公司提供的健身房卡曾可在北京多家合作健身房使用，但从2025年开始，相关福利已被取消，工作节奏也随之变化。上述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过去其所在的研发团队通常下午6点左右下班，但今年以来，在不增加人手的情况下，晚上和周末加班变得常见。现在既不稳定，也开始卷了。界面新闻就上述人员调整、涉及范围、裁员比例、补偿标准以及生产节奏变化等问题向奔驰中国方面求证。截至发稿，奔驰中国方面暂未予以确认和回应。你看看奔驰中国在中国的裁员，人家不是大张旗鼓是按比例说裁掉多少，他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慢慢来，跟你协商，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就离职，给你补偿 N， 这不是裁吗？少给点是吧？试用期的不好意思，不转正，合同到期的他不续了，就通过这种手段，再叫润物细无声叫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你看看，就这样已经搞了1年多了，现在还在加大力度，这不就是裁员吗？这不是奔驰第一次在中国市场裁员。2025年2月，奔驰中国进行人员调整，主要涉及销售和汽车金融体系，基础补偿方案为 N+9， 最高补偿可达 N+11。一位曾在奔驰中国 IT 相关团队工作接近9年的员工向界面新闻透露，他在去年6月收到了裁员通知。在此之前，他并没有料到自己会成为组织调整的一部分，也就是他，对吧？他怎么想都没想到自己会被裁掉，真是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他向界面新闻回忆称，此前部门开会时，有同事曾经问过是否会裁员，部门负责人当时回答称不裁了，但第2天他便被正式约谈，很突然，很意外。上述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这位人士所在部门主要服务奔驰中国及销售公司等业务部门，负责内部系统的开发和维护。他表示，其所在部门约200人，2025年被裁比例约 10%， 他最终获得 N+9 的赔付以及1个月的周转期。从2025年的 IT 销售和汽车金融
到2026年的销售、研发和制造端，奔驰在华人员调整呈现出更长的时间线。它并非某一个部门的短期收缩，而是销量下滑、成本控制和组织效率压力共同作用后的连续反应，也就是小刀拉肉，慢慢拉。它不是说突然到了年底集中一裁掉30%，它不是这样子的，润物细无声，小刀子拉肉。这种变化并不只发生在中国市场，奔驰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成本削减。近期集团将和工会代表开展正式谈判，商讨新增降本、提升竞争力的配套措施。据悉，德国本土更多通过自愿离职、买断和控制薪酬增长等方式降低人力成本。但中国市场对奔驰含义更为特殊，这里长期是奔驰全球最重要的销量和利润市场之一，也曾支撑其豪华品牌的溢价。中国市场一旦失速，影响的不只是销售数字，也会改变奔驰在华组织规模、产品节奏和资源投放。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奔驰乘用车在中国的销量为 68.38 万辆，同比下降 7%。到2025年，其销量进一步下滑至55万辆，同比下降 19%。你看，2位数下滑，谁受得了？它不裁员能行吗？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市场降幅扩大至 27%， 也就是奔驰在中国的销售，它是这种跳水，这种走势没法支撑它，还养这么多人。奔驰方面称，中国市场仍受到竞争激烈以及需求疲软的影响。2020年将是其中国市场的过渡年，奔驰将中国年销量目标定为50至60万辆。一位长期关注豪华品牌的资深汽车行业分析人士向界面新闻表示，奔驰当前遇到的并非单一销量波动，而是传统豪华品牌在新能源和智能化转型中所面临的结构性压力。现在像奔驰、宝马等一线豪华品牌，过去的市场地位已经被新能源车打碎了。在该人士看来，奔驰过去可以依靠豪华品牌溢价维持销量和价格稳定，但在中国新能源车快速迭代、价格竞争加剧的环境下，这一逻辑已经难以继续支撑过去的销量和价格体系。燃油车时代，奔驰的品牌价值很大程度上来自发动机、底盘调教、整车工程和豪华车制造标准。这些技术积累让三叉星辉不只是一个品牌符号，也意味着更高的产品溢价。但在中国新能源市场，消费者评价高端电动车的标准已经发生变化。界面新闻此前援引麦肯锡调研称，真正驱动消费者购买决策的是技术兑现能力、安全性、操控体验、智能座舱以及等具体的技术维度，其重要性评分达到 61%， 远超品牌历史积淀的 28%。 这意味着说，奔驰过去支持品牌溢价的技术优势正在被削弱。如果在智能化、电动化和产品迭代上没有形成明显领先优势，仅依靠100年品牌历史很难继续支撑过去的价格体系。奔驰是奢侈品牌，它的所有动力和含义来自于技术，技术都不领先，100年历史又有什么意义？上述人士称，那这是奔驰溢价，目前你看它是这么个状态。那同样都是德国的豪华车品牌，那宝马和奥迪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样的，一损俱损，大概差不多，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奔驰、宝马、奥迪都差不多，这是燃油车。你想奔驰在收缩、在裁员，又丢失多少个白领的岗位，又少了。那宝马、那奥迪一样，它是整个行业，它不是说奔驰不行，宝马好了。那没关系，奔驰不行，宝马好了，那你从奔驰跳到宝马，这个行业还是如火如荼。但现在不是，整个行业都是收缩。你比如说，不光是国内，你看今天的媒体报道，根据媒体报道 ，CCTV 央视的报道了，德国大众汽车被曝拟全球裁员10万。根据德国经理人杂志今天就6月26日报道，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全球裁员最多10万人，
该杂志还称，这个执行官你将未来5年的投资削减约15%，降至略高于1300亿欧元。该商业杂志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该执行官与首席集团财务官意在对公司进行全面重组。报道称，中期来看，大众计划关闭位于德国汉诺威、茨威考和艾姆敦的生产基地，以及奥迪位于内卡苏尔姆的工厂。待这些工厂当前生产的车型停产换代后，相关生产线将逐步关停。这是大众集团。大众全球有62.5个岗位，也就是它全球要砍掉10万个，就是将近1/6。那你说它在中国的岗位，那不同比例也要砍掉1/6？也就是大众面临该公司90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重组。那有人就说了，那这是不是这些国外的豪华品牌不行啦，或者仅仅是燃油车不行啦？实际上不是，燃油车不行，新能源汽车也没好到哪里去。根据中国新闻周刊6月27日报道，叫中国的车企的竞争到什么程度？不到半年已上市550款新车，这叫什么概念啊？这你就是汽车爱好者你也记不清550款呢。那你说奔驰、宝马、奥迪，你的车再好，你一年出一款是吧？或者出几款，你除以550，在这550里面，它也给你稀释掉了。这550款车总得吸引一些注意力，对不对？这才5个月，550款新车啊！你看，这是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根据懂车帝 APP 数据，今年1到5月，国内上市新车达550款，日均上新超3款。由于统计口径覆盖范围较广，新车数量也显得极为夸张。如果只算全新平台、全新架构、换代、原生新车，则为107款。但你就说按这个严格的标准，就是全新架构换代，也就这个车型和上个车型没关系，不是哪儿小改一下，是不是？就按照这个标准来，今年1到5月也上了107款，那你说谁能受得了？不可否认，今年国内车企新车投放节奏空前密集，汽车产业链上下游被迫高强度运转，但行业却深陷保利困境，也就是这么整都不赚钱。新车供给井喷的同时，行业核心展示平台的办展规则迎来重大调整，有着20余年历史、长期实行京沪错年轮办的顶级车展机制被打破。本来今年是北京，那明年是上海，后年又回北京，再后年又会上海，两边轮流举办这个车展的。结果这么干不行了，为什么？新车太多，所以北京国际车展正式改为每年举办，也不跟上海错开了。2027年，北京、上海2大国际车展将同期扎堆4月启幕，两场展会间隔仅20天，海量新车叠加密集车展，使汽车供给端呈现一片繁荣及表象。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终端消费市场持续走弱。在2020年中国汽车重庆论坛现场，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委员会会长王霞直言行业严峻现状，今年前5个月超100款新车上市，但销量却出现了收缩，汽车行业利润率一度只有 3.2%， 再创新低，明显低于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率 4.9%， 汽车行业销量、营销、利润3重回落，历史罕见。车企内伤严重，消费者审美疲劳。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利润支撑的销量不过是空洞的数字游戏。所以从这一点，你可以从小米的股价，还有很多造车新势力的股价，港股和 A 股的走势，你可以看到连续创新低。这个是新能源汽车的造车新势力，新能源汽车股价创新低。而那个油车啊，比如广汽、什么上海大众，那油车的他们的股价创10年新低，你那个走势跟暴雷的房地产企业走势一模一样，遭到资本的抛弃。所以说，这不光是油车，这是整个汽车行业
已经也不光是国内的汽车行业，全球汽车行业现在到了一个分水岭。懂车帝 APP 显示，2026年前5个月的新车上市节奏月度分化显著，其中1月113款，2月337款，3月133款，4月174款，5月93款，共计550款。有车企内部人士直言，行业发展的节奏裹挟着车企，一旦放缓上新节奏，品牌声量、展厅客流会快速下滑，市场份额将被头部品牌持续分流。为守住基本盘，只能以高频上新维持赛道存在感，避免被行业淘汰。如今，国内汽车市场各细分赛道已饱和，从入门代步到高端豪华，从轿车、SUV 到 MPV， 越野品类几乎不存在市场空白。在550款新车中，月销过万辆的仅30款，也就是还有520款车型一个月销量到不了1万辆，仅仅30辆，每30款月销量能达到1万。海量新车入场，但缺乏真正的爆款，意味着绝大多数新品虽在研发、营销等环节投入巨大，但大部分产品销量远不及预期，无法转化为车企的利润。目前汽车行业利润分配呈现2极分化，仅少数企业实现盈利，其余品牌普遍微利或亏损。1到5月，乘用车国内销量679万辆，同比下降24%。大家知道，这个新车上市，一个数量大，第二个速度快，那对消费者来说，那就是挑花眼，不知道买什么好。本来消费意愿就薄，买的人就少，结果挑的还要多，所以说越这样，大家越还要等。第二个，你上新上的太快，意味着消费者买来的车贬值也贬得快。你这车刚上市，我刚买，还没过几个月，变成老车型了，谁受得了呢？对吧？老车型的贬值又快，所以说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下，这汽车行业它能好得了吗？一个销量是2位数下滑，第二个你还得玩命上新，每款车新车型一个月都卖不到1万辆，那玩意儿你想，你新的车型越来越多，你老的车型生命力很短的，也就卖几个月，你几个月以后，那么多新车型出来，原来车型就变成老款，谁也不记得了，你得卖新款。所以这个车型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不像以前，比如说奥迪 A6 这一个车型新款，它得卖3年呢，中间顶多小幅改动，3年以后它再又出来一款奥迪 A6， 但是比上一款稍微的改动大一点，都是这么玩。你这么玩就把很多成本消化掉了，在每辆车的吧，因为它卖的长，卖3年，3年的卖多少辆车啊？你研发成本在里面都摊销掉了。但是你现在一辆车你只能卖几个月，一个月还卖不到1万辆，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汽车行业越来越难。所以我们说了，下半年这个汽车行业裁人恐怕超出我们的想象。你看，连外企奔驰都这样裁人，都这玩意儿就是比较阴，对不对？采取不续签合同、不转正，采取这种协商，你到期协商是吧？你是不是要辞职啊？少赔一点，再辅助这种20%的裁员，这种实际上他裁了40%了，就这意思啊。汽车行业，你想啊，这些外资品牌它扛不住了，那国内的好不到哪里去，只会更差。所以到下半年，这个汽车行业就不用看了，要疯狂裁员，因为车生产越来越多，卖不掉。你看销量是2位数下滑。汽车行业虽然没有看到明显的暴雷，但是比暴雷还惨。今天晚上有个自媒体文章，他说啊，深圳失业人群聚集地正从星巴克转向党群服务中心。过去失业者习惯在星巴克点一杯30多元的拿铁，蹭一天的空调和 WiFi， 这一杯咖啡被称为失业税，是抱个电脑在那儿 WiFi 开始在那儿找工作嘛，投简历嘛，对家里人说我上班去了，实际上他失业了，每天按时出现在星巴克，就点一杯咖啡，在那一待大半天，下午溜达，到了下班点回去，假装在上班，实际上他在星巴克投简历找工作。
那一杯咖啡就叫失业税。如今说深圳2300多个党群服务中心，其中500多个24小时开放，提供了更优选择，说恒温空调、免费 WiFi、热水，甚至提供八宝粥和面包的暖心柜。一位被大厂裁员的朋友分享了他的经历：失业初期在家感到压抑，发现家附近的党群服务中心后，生活焕然一新。那里有老人唱歌跳舞，孩子练习书法，热闹的氛围让他感受到社会的包容，比在咖啡馆听人谈论100万融资案更舒适。这座城市为不同境遇的人保留着免费空间和温暖的灯光，这正是深圳能成为创业之都的重要原因。这是网上一个自媒体说的。现在如果你要失业了，你连那一杯失业税你都不想交，那你就去你附近的党群服务中心看看，人家或许提供免费的空调，还有热水，免费的 WiFi， 甚至还有小零食。这些码农失业的中年大叔再也不用在公园里面到处乱窜了，也不用去这个咖啡馆挨人白眼，去党群服务中心感受一下温暖。而最近汇丰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它这个报告里面提到了一个叫微退休，就是微退休什么意思？说也没退休，也没被裁，微退休这么一个状态。47%的中产提前按下人生暂停键，叫微退休。一份汇丰发布的未退休人群报告戳中了当代无数人的心，数据格外扎心，说近47%的受访者已经不想等到法定退休年龄，计划提前尝试微退休，而大家心中开启微退休的完美年龄定格在49岁。为什么是49岁呢？因为到了这个年纪，多数人手里有了一定的积蓄，体力尚在，精力充沛，还能满世界去探索，去完成年轻时的梦想。可如果硬熬到60、70岁，即便攒够了钱，身体往往早已吃不消，只能对着心愿清单遗憾收场。同时，这个年龄也让多数人看到了职场天花板，加薪升职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等待他的恐怕只有裁员。在未来的报告中，这个年龄提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多的人不想干到退休，想提前退休，干不下去了。一边是失业，一边是找不到工作，一边是好多人坚持不下去。你说这个社会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对吧？一边是很多年轻人焦虑要裁员，一边是40多岁、50岁的人也干不下去了，行尸走肉，前途无望，你的工资就锁死在5000、6000。如果退休，他能也拿4、5千，差距不大，他都愿意退休了，赶紧退。所以说这是反差。我们通过媒体报道，这都是界面新闻，什么各主流媒体的报道，我们了解汽车行业现在什么个情况。下半年我们迎接暴风雨，首先是汽车行业要刮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要去做他心爱的工作，去做他喜欢的，送外卖、开网约车。这是环球时报说的，送外卖和开网约车都是大家喜欢爱好，不愿意在汽车什么奔驰、宝马上班，工作特别压抑，特别要朝9晚5要打卡，也束缚比较多，所以很多人不喜欢，所以很多人愿意去送外卖、开网约车。今年下半年就有很多人要心满意足，因为他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送外卖如愿以偿。汽车行业这个困境短期是解决不了的，不要指望着说出个什么政策，明年是不是就好了？不可能，只会越来越严重，内卷越来越加剧，生产线越来越不饱和，放假越来越多，最后只好一刀踩下去。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